台语金曲歌后方怡萍时隔2年多再发表新歌，签唱会首站从家乡台南出发，不少歌迷朋友都跑来支持。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一定要来参加。他唱歌很好听，我们很喜欢。这凭据这条盖章。这回新专辑曲风从深情到逗趣都有，相当多元。同名主打歌《凡平上真》则请到王海波老师共同演唱，把人生的生旦净末丑角色完整诠释。京剧跟台语歌的这样的结合，我想是首创，希望说能够得到一点回响，然后又不是很自私的，就是有一点像坑谁，然后日子总是一天一天过，传一个大开放风吹。当中也有不少歌曲都是男女合唱，找来年仅23岁白冰冰夸赞歌声神似费玉清的子华，在超级红人榜窜红的高家群，甚至是中生代歌手，包括富力电视台主持人安中、方怡萍1打5，演绎各种不同风格曲风。在台语歌坛，而且这么低迷的时候呢，我希望咱的电视台当发挥咱的功能，让咱这个台语歌来做一个传承，让咱作词作曲的老师，咱整个唱片界可以得到一个养分，一个滋润。新专辑多元丰富的精彩度，力求在台语唱片市场创造传唱话题。记者蒋寿怀谈的报道。